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创世纪30章25节到36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丰收之恩。雅各呢逃难到了舅舅的家后，被舅舅拉班欺压欺骗，经历21年，前面的2个7年是为了要跟他所心爱的拉结来结婚，结果呢花了7年来服侍拉班，后来他舅舅竟然用大女儿利亚来偷偷嫁给这个雅各，后来雅各又花了7年的时间来服侍拉班，才赢得他所爱的拉结。那后来雅各也要求要离开拉班，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舅舅拉班又开始耍诈了，要雅各继续留下来照顾他自己的羊群，因为雅各带来舒服。那后来雅各呢，就跟他的舅舅来定价钱，这个公价就是凡是身上有斑点的、有杂纹的以及黑色的绵羊都归属雅各。之后雅各也开始使用计策，使新的生育的羊能够生出有纹路的、有点的、有斑的，这样让上帝就让雅各呢能够致富。创世纪30章25节到36节。雷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求你让我走吧，让我回故乡去，准我带走妻妾和儿女，我就离开。他们是我替你工作得来的，你知道我多么努力替你工作。”拉班就对他说：“你听我说吧，我推算出来，上主是因为你的缘故才赐福给我。告诉我你要多少工钱，我一定给你。”雅各回答：“你知道我是怎样替你工作的，在我的照顾下，你的羊群、牛群是怎样的繁殖起来。我来之前，你所有的不多，现在你的财产增加那么多，上主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赐福给你。现在我该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了。”拉班问：“我该怎么样报酬你呢？”雅各回答：“我不要工钱，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我可以继续看顾你的羊群。今天让我到你的羊群中，把所有的黑色的绵羊和有斑点的条纹的山羊都剪出来，这些就算是我的工钱好了。这样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诚实。你来查看我所得的工钱时，也要在我的羊群中发现了没有斑点、没有条纹的山羊，或是非黑色的绵羊，你就知道那是我偷来的。”拉班回答：“我同意你的建议，就照这样做吧。”当天他却把所有的条纹有斑点的公羊和有条纹的有斑点以及有杂色白色的母山羊都剪出来，也把所有黑色的绵羊剪出来，叫自己的儿子看管，然后带这些羊离开。到了跟雅各相隔3天的路程，雅各牧养拉班其余的羊群。根据圣经的记载，当雅各开始思想要回家乡的时候，就表达了他回转的心志。虽然本性仍然经常会显露，但想要回故乡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既已想要回头，上帝就更赐福他，给他丰盛的恩典。雅各书提醒基督徒应当要谦卑，追求上帝的智慧，并且以好的品格行为来帮助自己蒙福。基督徒蒙福就是要在生命上追求上帝的智慧，然后有和平、温和、度量，
以及充满着慈悲来结出丰盛的果子。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既然你们心里有恶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就不可以自夸，不可以撒谎敌对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世、属情欲、属魔鬼的。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就是纯洁，其次就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慈，能够结出丰盛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撒种和平的人和和平努力所撒种子产生出来的。也如同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告诉我们的，凡是走在上帝的道路的人都要蒙福，如同经文所说，要得到丰收之恩。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你看顾大地，降淋雨滋润，你使大地肥沃丰收，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你使大地不断的生产五谷，你使耕地雨水充足，以水滋润泽土地，你降细雨使土地松软，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你赐福使年岁丰收，你足迹所及百物丰饶，牧场上牛羊成群，山岭间欢乐载道，牛羊漫山遍野，谷物满坑满谷，万象欢呼高唱。谢着主施恩赐福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追求上帝圣灵的充满，能够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因为丰收之恩就是上帝的赏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